但是我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大众啊，为的是他人呐、因为我这个建好的圣，去救一个没有建好的圣的人呐、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讲呢？这不是违背了孝经了吗？我割我的肾啊！所以啊，我们讲学经典，首先从文字上有必要死进去，然后从它的意义上要活出来。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死在文字里面了。死进文字里面去，是为了更好的活出来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学习方法，啊。立于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。立身行道，立身就是建立自己的功业。行道，行什么道？天地人三才之大道，天经地义人行之规则。孝，在这么一个东西，就凭这个天经地义人行这个规则来立身，来创立自己的功名，来创立自己的功业，然后扬名于后世。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的，人生活在当世，能不能扬名于天下的问题？能不能扬名于天下？我想不能。你生活在这个时候，你生活在当下这个时候，不管你生活的怎么好，工作的怎么好，为人处事怎么好，怎么优秀，你不可能扬名于后世，扬名于天下。即使能够扬名于天下，那也是一时。最能扬名于天下的是不是眼前的功业，而是万事明，百事公。孔老夫子没有扬名于当世，但是孔老夫子扬名于后世几千年，扬名于后世的整个人类社会。为什么？他当时求名了吗？他当时这个求利了吗？那个功业是什么呢？他的功业是万事明，万事公，百事公所以真正能显父母美德的，是我们不要求利也要求千秋利，求名也要求万事明，好，这是孝之中也，这才是孝的最高境界。扬名于后世，使自己的父母亲脸上有光。最后，夫孝，始于事亲，忠于事君，忠于立身。这就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了，也就是孔子开头所说的要道，怎样去行孝。我们的孝，你无论在课堂上，或者在这个社区这个环境里面，教室里面，你讲的校园里、公司里，这个等等所有地方，你讲的怎么的好，最终还是没有意义的。意义在哪？意义在行。孔夫子告诉我们了怎么行，从事亲开始，然后好好事君，然后立身，这就是这个孝，见孝的方法。
这就是孔老夫子所教给曾子的要道。那么关于孝道的践行，我在这里想再耽误同学我们各位同修的一点时间。孝经的践行是儒家教育最重要的一环，践行是儒家教育最重要的一环。学而习之，又学又习，学就是我们通过书本啊，通过口授啊，通过人家的传授啊，是吧？获取一些个善知识，是吧？好道理，是吧？这是学。习的这个正体字，是吧？羽毛的羽，下面加一个白，是吧？我们《说文解字》上面的解释这个习的时候，习树飞也，就是我们的小鸟啊，上下屡次的飞，这叫习，演习。这里参照这个《说文解字》的方法，把习的含义是吧？好，那么说的就是这个习一定要去实践，去践行。其实我们的圣人呐，讲这个教育啊，圣人所见啊，我们经常讲英雄所见略同，是吧？其实圣人的思想都是相通的，学，我们的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面有句这样的话，叫做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”。为学日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儒家里面的学，是吧？去积累一些个东西，是吧？善知识、好道理，是吧？哪怕是文化知识，是吧？积累，那么一天一天的增长，为学日益，是吧？而这个习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行道的过程，就是老子所说的一个为道的过程。在这么一个过程里面，我们所学到的在习的过程当中，一定会碰到一些个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一些东西，这就需要修正，需要改正，这就是损。那么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用一个小故事来诠释一下这句话的意义，好吧？话说是那个邓小平啊，有一次带他的小孙女在外面去散步嘛，去小商店里面去买一点东西，是吧？那个小孙女呢，反正一逛街呢，也陪着爷爷一起走了，是吧？很欢喜，一定要去再看看那看看，这个东西想买，那个东西想买啊。小商场里面的商品淋漓满目，淋漓尽致，是吧？对。邓小平爷爷为小孙女挑来挑去买了些什么呢？买了2样东西，一个是一支铅笔，另一样东西是一个橡皮擦。那个服务员就问他了：“你这个小孙女啊，想买那样，想买这样，你这个商品里的商场里的商品这么多，为什么你选择这2样啊？”邓小平怎么说的呢？这个铅笔就是帮助我小孙女去不断学习的，去学知识的。然后这个橡皮擦是帮助我小孙女在学的过程当中，在习的过程当中，去改正她的错误的，改正她的过失的。这个故事有点神，听说邓小平的这个解释被我们的《道德经》的老子听到了，老子赞叹我们的邓小平啊，这小孩，是吧？玄之又玄，玄之又玄。好，这一个小故事呢，就是说，我想
对这个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这个话的诠释，应该是很清楚的，也是对我们儒家的基本教育方法学而习之的方法是相吻合的。上节课我跟老师们、跟同学们都分享到这个事，儒家学而习之的教育理念，一来就重视这个道德品质上的知言行一致，学习学术问题上的知行合一。所以儒道是相通的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这一个是通过学而习之，然后达到一种境界，这种境界就是快乐的境界。好，《论语》第一句话就指出了它的教育根本，给一个方法，然后给一个最高的境界，乐。我们学为什么？学是乐。我们人生为什么？人生快乐也是一个目标。学而习之呢，我们学到了以后怎么去习呢？明白了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以生也，这个善知识以后，我们怎么去践行呢？是吧？孔夫子说的非常好啊！我这里呢就根据他老人家的教诲啊，跟各位同学分享3点：一个是事亲，然后是事君，然后是立身。事亲要有敬有养。孔夫子的观点非常明朗，在《论语》里面，他对那些个子养不敬的人提出了一个批评：敬之孝者，是谓人养。至于犬马皆能有养，不敬何以别乎？他说现在的讲孝道的人啊，只知道能养养父母就行了，就不错了。孔夫子怎么评价这类人呢？至于犬马皆能有养，就是哪怕是犬马都知道要养生父生母。你如果不去敬他，那你人与犬马还有什么不同的呢？是吧？有敬有养。然后礼经，我们知道礼经的重点啊是讲这个孝道的。礼经里面他引用这个曾子的一句话，讲到了这个孝的一个次第。他说：大孝尊亲，其次弗辱，其次能养。在这里，养是其次又其次的事情了，是吧？第一是要尊敬我们的父母亲，尊亲；其次弗辱，这个弗是不的意思，辱是沾辱不要，也就是说不要让我们的父母亲蒙羞。我们《弟子规》里面教育的非常明白的身有伤，德有伤，对，千万不要为我们的父母亲脸上蒙羞，德不要有伤，不要伤害了我们的德性。最后把这些个事做好了，最后才是能养。孝经里面对于孝亲怎样的去孝亲，怎样的去事亲，也有具体要求。这个具体要求在《孝经》的这个记孝行章第10。他说：孝子之事亲也，居则治其敬，养则治其乐，病则治其忧，伤则治其哀，祭则治其言。
这是从5个方面，其实都是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，怎样的来注意孝亲，来注意孝敬孝养自己的父母。居则治其敬，居这个居是指日常家庭的日常生活。家庭的日常生活跟众邻居的居这个字义不同啊，要搞清楚。就是家庭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最重要把这个敬父母做到位。养则治其乐，养就是养父母亲之身啊，也就是在物质条件上要能够满足父母亲的要求，要能够让父母亲得到快乐。其实我们的老人家啊，物质上的需求是很少很少的，我们应该都有这方面的亲身体验。我们的父母亲有向我们索取过钱财吗？我还没听说有啊，没听说有。